中國探險學會喺東鴉貝佔用官地嘅範圍最大，有4間屋咁多。創辦人黃孝文經常邀請朋友到呢度聚會，並且將好多私人珍藏收藏喺呢度。傳真社翻查多份文件證實，黃孝文係前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嘅親屬。黃孝文嘅爸爸黃展華就係黃星華嘅哥哥。換言之，黃星華同黃孝文係叔侄關係。傳真社又發現東鴉貝佔官地事件嘅另一主角，勞工處前助理處長麥世耀同黃星華亦都有關係。根據政府公務員簡介，1967年7月10日，麥世耀同黃星華喺同一日入職行政主任。70年代黃星華轉任政府職系之後，先後掌管多個不同政府部門。佢由1994年上任房屋司，任內處理過寮屋管制政策。公司註冊處一份1995年嘅文件顯示，中國探險學會其中2名董事申報嘅地址位於東鴉貝村，而黃星華喺1995年3月嘅立法局會議上，曾經以房屋司身份就寮屋問題回應議員提問。當年東鴉貝名列港島寮屋區名單。黃星華一直掌管房屋政策，過渡97成為房屋局局長。佢2012年患喉癌病逝。傳真社曾經嘗試就事件向黃孝文同埋麥世耀求證，但係直到星期3晚上未能夠同2人取得聯絡。而佔用官地事件曝光後，中探會所在寮屋嘅構築物，包括玻璃室、樹屋同埋獸籠，被私人聘請嘅工人清拆，內裏嘅物品亦都被移走。傳真社發表調查報導嘅時候，引述一名不願透露姓名嘅地政總署職員表示，署方對於東鴉貝村佔用官地情況一直知情，但係礙於涉及政府退休高官同埋富商，因此署方冇主動執法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其後回應傳媒嘅時候話，暫時睇唔到呢項指控有乜嘢證據。